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恩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殊之缘，皆如来真实义，唯独还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下面我们继续讲这个闻法的时候具有这个几种过失，也就是说这个发起的这个污垢就现在讲这个就6种各染吧，就6种各染。其中前面讲的这个3种就傲慢，就无有信心，不求法，这3个过患已经讲完了。就今天开始讲第4个外散了。行识外散，外散乱也6种。外境是轮回一切迷陷之根本，一切痛苦之来源。大家知道，这个我们的这个心识呢，其实经常就是散乱于这个外面的这个色声香味触法，也就是说是6尘上。这样的这个散乱呢，就是是整个这个轮回的因。无始以来的这个无量无边的众生呢，为什么一直沉溺在这个轮回的生涯当中，就是不能就是自己解脱的主要的原因呢？我们这个心是没有得到自在，而且呢，就是对外面的这个5种妙语就是不断的去耽着以后呢，就是造业之后的话呢，就沉溺在这样的轮回的泥坑当中。所以呢，一切这个迷乱，一切沉迷的这种这个根源呢，就是我们的这个执着就我们的这个执着。一切在实践当中的各式各样的痛苦的来源呢，也是我们的这个贪着和执着。所以无论是在这个闻法时还是这个修法时就一定要通过就各种办法呢，将自己的心呢，就是得以这个清净。刚开始的时候呢，不管我们这个修任何法，就是你的这个心呢，要这个关起来的话，有一定的困难莲花生大师在这个6种因当中呢，也已经讲了，就是我们刚开始时候一观察自己心的时候，就觉得是一刹那的是不停止，自己也升起一种厌烦心。像我这样这个差的人怎么回事？我的心呢，就是那么难以就是控制但实际上呢，并不是这样的，因为我们众生以前从来的是没有这个观过自己的心的。现在一观心的时候，才发现呢，自己的这个执着分别呢，就是动摇的非常厉害。所以呢，在那个时候不能有这个厌烦心，还不断的就是一直呢就是加以对治，就是各种这个分别烦恼就各种分别烦恼。所以我们在这里呢这个众生呢就是不管是听法还是平时这个心智任何一个善法的时候呢，心要这个专注就是不要这个三业外境。如果三业外境的话呢，那同时你得到的这个法益就相当的这个困难。比如说有些人呢，就是一边就是听课，一边呢就是干活，一边呢做事情的话呢，当然这个是很难这个得到真正的这个法力，因为我们这个接触是有限的。我们的这种这个陈述能力呢，就是还是有这个限度的，所以一般凡夫人呢，就是做任何事情呢，就是专心致志的去这个造作的话，那么这个事情就是成功率就是比较高的。所以平时我们这个闻法的时候呢，就是尽量的就把这个其他的所有的这些杂事琐事就是全部都这个处理完，就是放下，然后利用这个时间呢，就是一定要就是很认真的专注的要这个听书，不能就是就外面就是听到一个声音就跟着哪里去，外面就是看到有一些这个什么就是东西呢，就是有眼睛就是专注到哪里去，然后这个新的分别念呢，就是当然这个千声万语就是特别多，这样以后的话呢，真正的这种这个法就是不可能就是融入到这个自己的这个心里。所以在闻法期间的话呢，任何一个道友就一定要这个注意
因为你在文法的那一时间的话呢，凡是这个就是用在那上面，就是既然这样的话呢，你就没有必要就是在上面就是加句。我们也不是这个就是一举两得，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大根基，就非常有智慧的人啊，就是这是有些人说是我听法的时候做有些事情是这是我的强项，这是我的能力，但这个是很困难的，的确是你要专心做一件事情的时候呢，凡夫人呢只有一个分别念，你的分别念呢专注到那个时候的话呢，在其他的这个如果你有2颗心的话呢都可以，但是在一命当中是这是不能这个成立的啊，就无分别的这个心识呢，很多都可以成立的，有分别的呢只有一个众生有一颗心，可以这么说的。那这样的话呢，你一颗心呢专注到这个其他的啊，好看的这个设法上，好听的声音上，或者是一些这个美味上的话呢，那么这个你为一个心来听书啊，就借书的话呢，这是绝对不可能的事情。因此呢，在这个文法的过程当中呢，你有一颗心，一颗心呢，在那个时候呢，一定要这个专注。当然，我发现我们文法的时候呢，毕竟一个上是在这里这个传输的时候呢，除了极少数的这个时间以外呢，大多数的可以说是专注在这个法义上，这是很多人是容易做得到的。但是你在禅修的时候，或者是你在真正观察某一个修法的时候呢，很容易自己的心呢，开始这个散射到这个外境当中，或者呢，分别妄想，起这个未来过去的种种的这个事实啊，这种情况呢，容易这个发生的。因此，我们专修的时候呢，也应该以真知真念来经常这个疏忽。然后我们听法的时候呢，一定要从你的这个唯一，你的这种怎么说啊，整个这个6根的这种。这个外境呢，尽量不要这个有啊，因为你在这个文法的时候，比如说有些人呢，听这个MP3呐，这个听法的这个传承，然后眼睛呢看着一个电视啊，那这样的话呢，我觉得不可能的事情呢，你想耳朵里面听这个佛法的这个传承，然后眼睛呢接触世间的一些这个电视的这个画面，我看到世界上这个有一些句式啊，像做得很好，但是实际上呢，恐怕不一定能做的这个圆满。所以呢，我们这个建议呢，听法的时候呢，一定要尽量的把这个所有的硕士全部的这个处理完，一定要把这个空出来时间，专心致志的听。那个时候的话呢，最好不要有这个跟这个其他人的这种各种这个打扰啊、影响啊，这些都不要有。这样以后你的这种法呢，还是很圆满的，从传承上面也好，理解上面也好，获得的这种真实的法义。那么在这里呢，讲这个，比如我们在这个文法的时候、修法的时候呢，这个心识、善识与外境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过失啊。在这里呢，无根识吧，无根识呢，单着这个外境来讲的。当然，这个是并不是非常严格的，按这个隐明的这种角度来讲的。如果按隐明的说的话呢，我们这个眼耳鼻舌身识啊，这个无根识的话呢，它不会有这个分别和单着的，依靠无根识，最后呢产生分别念是可以的，但这里呢并没有那么详细的分，平时我们按那个时间的这种这个角度啊，按这个时间的角度的话呢，实际上有这种这个说法。我1时呢探着这个外面的美色，2时呢探着这个动听的声音啊，有这样的这个说法。所以从这个时间的没有特别细致观察的角度来，按理我们的这个无根识呢单着这个外境呢有如何的这个过失啊，宣说了这一点。下面用这个比喻来说明，比如有这个眼识啊，由于眼识呢单着这个设法导致这个飞蛾扑火，结果呢自取灭亡啊。从眼识的角度来讲呢，因为众生的这个眼睛呢他就接触这个外面的一些这个美色啊，外面的一些这个好事啊，这样以后的话呢就开始心里面单着产生贪心啊，看见特别漂亮的这个对境的时候的话呢，就开始这个单着，然后单着以后呢，最后我们自己啊，会这个沉溺在轮回当中，也不能得到解脱。许许多多的众生呢，因为自己啊，特别喜欢一些好看的、漂亮的，最后的话呢，这个来世这个死了以后啊，就没有转生到善趣当中，最后转生这个旁生了。就变成这个飞蛾，飞蛾的话呢，它
也是在这个夜晚的时候看见这个灯火就是非常的这个漂亮，因此呢就是他就拼命的就是就是扑到里面去，最后呢就是自取灭亡的就自取灭亡的。当然现在有些科学和他们的这种这个说法的话呢，就是说是什么那个像那个天文航天班的，就是有一种这个这种本能吧，就是也有这种说法。有些呢就是说是它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趋光性，就是有这样的一种这个就能力，就是但这些说法呢，就是他们都是因为不承认前世和是不懂这个前世的细节。其实真正这个精神当中特别贪着这个美色的，特别呢就是贪着好色的这样的这个人的话呢，就是来世就必定会是转生到就是哪里去。原来有一个干部在一个城市里面给他们讲解这个说法，就是要求他们不要这个喜欢，就是特别喜欢打扮，不然的话呢，就是变成这个废儿。听说这个干部讲完了以后呢，就是有一群美女就是再也不敢打扮了。就是然后那个就是的确我们这个世界上的话呢，就是每天都是就是想着这个好看的，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心里面的这种贪心呢，就是也不断的增长，就是来世的话呢，就是也有这种这个现象就也有这种这个现象的。然后这个由于二世呢，就是担着这个神意呢就使得这个耶稣呢，就是毙命在这个列强之下就是毙命在列强之下。那么这个世间人的话呢，也是有时候就是担着这个外面的这种非常这个好听的这个声音，那这样的话呢就是这个导致的这个祸患呢，就是也是无穷无尽的。就是前面所叙述的那样，就是这个耶稣就是长子、路子等等，就是他们的话呢，也担着就是特别快，就是这个琵琶这个声音呢，就在旁边用毒箭呢射入他的这个身体，也是不会了之的。就是最后呢，就是再从这个捏墙上面呢，就是死亡就是捏墙上面就是死亡的。同样的道理，我们这个听说佛法的时候也好，修行的时候呢，尽量也是就是避开这些这个外境就是听到这个声音的话呢，就是这也是其实它对这个刺激我们的这个耳根而言，真正的这个诗意都是没有的。但是有些众生的这种习气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有时候呢，可能就是前世当中这方面的这个习气比较重的话，那你如果没有获得这个人生的时候呢，就是很有可能变成这个旁生就是担着这些乐器就这些音语就是有时候那个就我们看见就是一些这个什么这个乐器旁边的一些蟑螂也好，就老鼠也好，就是他们都是也许是前世这个非常出名的这些歌手就是最后都是没有得到人数，就是把这些乐器一直这个竖着，就很有可能的。以前我讲过，他是有一个非常著名的叫这个加恩夏巴上师就是他呢有一次去这个超度一个非常有名的一个歌手，然后他呢就是从早上到晚上就是一直念了很长时间的这个往生法，就是但是最后的话呢，好像这个上师的这个表情就是很不好的，就是后来呢到了下午的时候呢，就是他就唱了就是很长时间的歌，然后呢就是唱完歌以后就念了一个往生法，就是做了这个回向。当时呢就是他们都大惑不解，就觉得是这个上师为什么今天该念的这个超度法呢，就中间就停顿了，就是而且呢就是唱这样的时间的歌，就是为什么？那后来就是有些弟子就是问这个上师这个情况的时候呢，就是上师就是说到，就是说是我今天通过这个神通观察，这个亡人的话呢很可怜的，以前他特别贪念就是歌声，贪念歌声的话呢他的这个中阴身的话，他的这种灵魂的话呢，一直担着别人就是唱歌，就是让我怎么样，就是通过这个佛法来勾着他的灵魂的时候，也是不回来。就是后来呢，我只好是那个就是通过歌声，就是因为当时那个听说加恩夏巴上师的诚意也是很好的，就是然后他成了歌之后的话呢，那个灵魂他的这个中阴身的话呢，就是稍微对他有这个兴趣，就是在那个时候呢，就是上师说我用自己的这种心神跟中阴身的心神呢就观为这个一体，就是然后念往生法以后呢，就是可以让超度得到。就所以我们这个生前的时候就是有时候有些人的确我以前也说过，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听一些这个歌音乐就是没有什么其他条件的话呢，我那个就是原来现在好像没有，就是下面就是有一个金刚道友，就是每次到了中午的时候呢，他一边就是炒白菜，一边就是有一个破收音机在那开着，然后一直就是边听着，就我的感觉是好像他是有特殊的可能耳根吧，就是听到那个声音的话呢，就是刺激耳朵以外根本不
不是好听的，但是他就觉得是可能很好，就是每次的是就是到中午的时候，就是他可能跟这个美味佳肴和这个动听的声音就是结合起来的话，那就是可能对他身体有利。这是也是每个众生的可能想法和意乐都是不相同的，但是我们尤其是听法修法的时候啊，就是应该有一些这个音乐啊、乐器啊，就这些的是绝对没有必要的。不过现在实际上有些人们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听课的时候也是要一个小声的音乐，是心里有一种宽缓，有一种快乐之感，不要大声的，就是你在这个听课的时候呢，也是有一个背后音乐，应该有一个小小的一些什么这个古筝啊这样那样的就各种说法，但是这些你的这个心真正是专注到被说法这个吸引住的话呢，不需要就是这些时间的各种各样的这个音乐，因此呢这些都不一定就是合理的，就是我们现在呢就是这个生意啊，就是也可以说单着这个音乐呢有这些方面的这个过失，然后有必是啊，就是有必是呢就是单着这个分享蜜蜂参事在这个画中当中。那么这个世间人的话呢，就是有些时候呢，就是他那个必是呢，就是也是担着一些就是比较好的这个修比较好的这个味道啊，就是味道就是然后这个分享，这样以后呢就是其实我们的确也是这个过失比较大的，就是因为现在很多人特别喜欢就是好问的，就是平民的，就是身上也是就是吐一些就是各种各样的现象，有时候这些人过路的时候都是有点这个惊讶，就是路上不得不停，就是往后看一看，就是因为就是有一种分享扑面而来，就是在这个时候的话呢，就感觉就是非常这个殊胜。昨天有一个什么国外来的还是有一个道友说是对不起啊，我身上铺了这个妙相。我说这个妙相的话呢，不用对不起，就是应该感谢你。所以，但是自己啊，就是特别喜欢，就是天天的是这个身上也好，这个衣服上也好，就是铺妙香的话呢，因为旁边的人呢，就是有些人可能感觉特别舒服，有些人呢也不一定，就是因此呢，这些都是就像这个蜜蜂啊，就是他也是特别喜欢，就是那种这个好的这种这个味道，就这样以后呢，就是好的这种这个香味啊，就这样以后呢，就是参事在这个画中当中，就是以前我们讲年月歌舞的时候呢，都已经讲了，就是那个是达维扬和那个阿里吧，就是阿里呢就是参在那个最后参事在这个画板当中，就是然后那个达维扬呢。达维扬是这个金凤，就是然后阿里是玉凤啊，就是因为华智仁波切呢，就是这两个蜜蜂的整个这个爱情故事呢，就是做成一个非常好的那个戏剧，就是里面呢就是宣说了这个佛法，记得好像《法王如意宝》也是讲过，就是里面所讲的那个嘉兴呢，就是嘉兴当时，法王如意宝已经。上师心地就全部讲完了，就是应该是01年的这个4月16号的时候已经这个讲完了。就是当时上师做了一个梦说是这个梦见呢，就是见到了这个蒙亨仁波切，然后呢，蒙亨仁波切告诉他，就是你应该就是现在就是上师心地讲完了，就是讲这个大圆满前行这个普贤上师演讲。然后法王当时说，现在这么大的论点，就是我这个身体也不好，就是然后最近当时的这个因为各种这个外面的因素啊，就是这个处境都不是很好，就是在这样的这个情况下呢，就是能不能这样的圆满？后来就是法王呢，就是再次请求我可不可以将这个开显解脱道或者是年月歌舞当中的这个嘉兴就是后来就是门峰仁波切也答应了，答应之后法王当时发愿就是讲这个10万遍就讲10万遍，然后第二天就是上师在课堂上说，可能10万遍我这个现在短暂的这个一生当中是不一定能完成的，我要求呢就是下面的所有的这个堪布法师们呢，就是每个人的这个讲，那么就是凡是有10万个人听的话呢，就是应该就是我的这个法缘呢，就圆满了。就是当时后来我们也在这个课堂上也讲过一遍，就是当时应该这个当时的讲记可能在妙法宝库里面有吧，我记得不是很清楚的。所以当时这个后来的话呢，就是法王仁波切也是的确是这个仙语经和大圆满前行引导文呢，就是已经圆满的这个讲完了。就我都经常这样想，就是门峰仁波切就是在这个幻化身体以智慧幻化身体来摄受法王，就最后呢就是讲完这个上
上师心地的时候呢，就要求就是讲这个大圆满潜心引导文。这个潜心引导文的话呢，就是应该说是这个传承上师呢，就是赐给我们的这个留下来的非常非常深深的一个教研，就是很多方面的这个缘起来观察的时候呢，就是的确是我们后人呢依靠这个大圆满潜心来，就是真正这个获得了一些这个非常大的这个利益啊，就是应该就是有这个缘起，因为当时上师如意宝。那个大概是97年的时候呢，就是法院就是按这个4年的这个计划，就是第1年呢，就是讲那个鲜喻经，第2年就是讲那个第1年讲白衣经，对白衣经，就是第2年讲这个如菩萨心论，第3年呢。就是讲这个密宗的中说，也就是说大黄花王。第4年就讲这个上师心地啊，就是说整个这个4年完成以后的话呢，后来就讲了一个鲜喻经和大圆满潜心，就是真正就是比较这个圆满的就所以说呢，我是经常在这个自己一个人坐在屋里的时候的话，就是上师如意宝，就是整个这个一生当中，尤其是他的这个晚年的很多的这种这个教研呢，就是对我们来讲是有非常这个好的一个缘起。希望这次我们这个道友们的话呢，就是一定要这个认认真真的对待啊，就是认认真真。当时我也这个发愿，就是我发愿是1000遍还是10000遍，我要讲述。但这次呢，就是应该让完成啊，就是应该让完成。虽然我一个人没有讲1000遍，但是你们每一个人听的话呢，你们每一个人的2遍呢，就是也听了这个1遍了。就这样的话呢，也算我没有讲是不可能。从移民来这个角度来推理的话，那就应该是从你们的2根为主的。这个侧面来理解的时候呢，就是肯定有1000、10000以上了。所以刚才呢，就是讲这个年月歌舞啊，就是年月歌舞呢，其实是里面有很多很多这个书生的这个教研，就是教研。那么这里面也是这个说明呢，就是我们这个蜜蜂啊，就是参祀在里面的一些这个故事。然后呢，就是讲这个蛇啊，就是由于蛇是呢，就单着这个眉尾鱼儿，就是吊在这个铁钩之上。因为我们这个众生的话呢，有些是特别就是担着一些这个就是可以说怎么说啊，就是这个一味的，就是我们的这种这个一顿饭的这个美味啊，就是美味佳肴，就是也就是说是这个现在世界人们就是特别担着的这个山珍海味，就是这样的这种这个食品呢。其实这样的话呢，那么就是最后啊，就是鱼儿也是吊在这个铁钩上的原因呢，就是它探着这个事物的。现在城市里面很多人是特别就是探着这个事物啊，就是到那个馆子里面去，这个好吃那个好吃，就是看那个任何一个众生的时候呢，这个可能是好吃，一看的是这个如何新鲜的，如何好吃的，就是那这样探着的话呢，结果就是非常的这个可怕，就是最后的话呢，也可能我们也是自己的变成这个鱼儿，然后呢，就是落到这个别人的口里面，就是因为我们呢在做人的时候呢，就是吃过很多的这种就水里面的动物也好，就是或者是一些就是陆地上的这个动物啊，那这样的话呢，我们这个下一辈子的话呢，就是变成就是他们的这个热锅里面的这个这种这个食品啊，就是食品。所以这是就是我们这个谈着这个事物呢，就是也是在闻法的过程当中也好，修法的过程当中都不要就是谈着，就是这个意思。然后由于生时呢，就是担着这个说出啊，就是大象现在你语之中啊，就于你之中，于你之类。就是我们这个身体呢，就是有些人就是特别喜欢，就是比较这个柔软啊、舒服啊，或者是一些就是特别就是好的那种。这个说出啊，就那这样以后的话呢，就像这个大象也是，它天气特别热的时候，它愿意就是身体上带来一点就是舒服的这种感觉，然后呢就是泡到这个淤泥当中，最后呢就是陷在那里面，就是就是死亡，这个死亡。现在的人们的话呢，也是每天都是想着啊，就是这个衣服是如何好，在这里什么这个按摩的话，那身体如何舒服啊，就是包括现在什么这个黑泥皂，就是什么那个黑色的泥巴呢，就是身上这个洗澡的话呢，就是如果身体如何啊，就是四川那里的是连那个公共车上面的打广告，就是好多人的这种身体全部是这个，那这样的我们藏地就是黑泥皂呢，就是不用钱，就是有很多泥土。
现在人们就是这样，打广告就是成功的话，那就是觉得很好。这样你的这个身体所处束缚啊，就是跟这个借助方面呢，就是经常就是特别重视，就是有时候看起来众生的确是很可怜的。如果没有造业，你自己需求一些这个身体的柔软舒适的事也不是特别要紧。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呢，就是可能就是造了很多这个异性方面的这个贪爱的这种业啊，或者是其他的就是各种各样的就是业啊，就是这是造的非常可怕。就是所以说呢，就是如果你担着这样的这种所处的话，那就也会这个造业的。还有我们那个超觉宝藏论里面的话，那就是这个心识啊，心识呢被发这个所惑，就是如这个骆驼呢，就是失智般的这种就是过患，就是比如说心里面呢就是贪执啊，就是对这个男女也好，对这个财物的这种贪心啊，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来世呢，就是自己也失去了就是很多的最这个可爱的这种对境，就像这个骆驼呢，就失去了他的孩子的时候，他特别疼爱他，就是一直担着，一直想念着，就是他就是这样的这种痛苦。所以这样的这个对境的话呢，就是其实对我们就是带来的这种过患是非常的这个可怕的。因此我们呢，就是对这个眼耳鼻舌身意这个识啊，就是这个6种识的这个对境呢，就是尽量的就是抛弃啊，就是不要呢就是特别去这个执着。一旦执着的时候，自己要认识到啊，我现在不能太过于的执着，否则的话呢，这就是堕入的这个恶趣的特别可怕的因，就是自己心里面应该用正念来摄持。原来有一个教授，就是他在演讲的时候呢，说是汉传佛教的很多出家人穿那个朝鞋啊，就是穿那个鞋的鞋的时候呢，就是前面的5个指头都就是已经露出的，后面的后个也露出，这说明呢就是断除6尘的这个象征，6尘的象征。那如果这个是的话，那印度的好多姑娘的话，那就是可能不要说是这个前后，就是中间的话，那基本上的全部就是脚全部都露出了，就是可能是它是断除所有的这个对境的象征吧。但这个经里面有没有也不知道。我对汉传佛教就是也是不敢说是就很权威的这个了解啊，就是但他们这个说法呢，就是是不是这样，就我也不是特别清楚。现在汉地很多人也是有这样的，不管怎么样，的确是这个出家人呢，就是一定要就是断除就是色身香味方面的一些就是担着，就是我们完全作为一个欲界东西，就是你不贪着就是什么，就是比如说这个吃饭也不想吃啊，就是或者是任何这些对境全部要抛弃的话，那没有到圣者果位的时候，一定是有一定的困难。但是最起码也是我们在修行的时候、听课的时候呢，不要就是边就是贪着这个无尽，边呢就是你这个就是怎么说啊，就是求这个佛法，就是这是不现实的。我们听课的时候呢，所有的就是世间的这些外面的这个无欲流尘呢，就是全部都就是放下来过后呢，就是你就是一心一意的就是听课啊，这样以后就效果非常好。就所以大家一定要就是注意。还有呢，就是此外无论这个听法传法还是这个修行时，都需要断除追忆往事、妄想未来以及现在的分别念、三欲、外境等现象。就是最严重的话呢，就是我们这个不管是修法也好、传法也好，还有这个听法，就是在这几个过程当中的话呢，不要对这个过去的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经历呢，就是浮现在自己的这个脑海当中，就是，然后现在呢，就是以贪嗔痴啊，就种种的这个分别念来，就扰乱就是自己的这个相续，同时呢，也是计划未来的就是种种的一些事情，这就是三识分别念呢，就我们平时说的善识分别。三识分别念的话，那你在这个传法听法的时候都应该断除。我想是传法的时候可能会容易断除，因为传法的时候你如果就是心里面就是没有向着就你所传的这个法义，就是你向过去的，你向未来的话呢，除非就是应用一些公案啊，或者是自己的一些经历以外的话，那就是不一定容易想得出来。你只要一想出来的话，那就是可能这里面不一定会说得出来。但是听法的时候呢，还是要注意，就是如果你没有这样的话呢，就是我们藏地有一种说法叫做人在寺院里面，心在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有这种说法，就是对一些这个家和尚的一种这个讽刺语吧。
就是也有这样说法。因为人呢，就是在寺院里面，就是在这个心堂里面就是听经，但是人呢，就是这个心呢，就是可能会就是到了这个到这个城市里面，就是搞各种各样的这个非法的事情，就是有可能的。还有呢，我们有一边呢，就是听着这个佛法，一边的话呢，我这个。未来就是有什么，就是心里面就是全部都开始这个就是各种各样的这个计划，就是这样的话，对你的这个听法就是这个有非常大的这个影响啊，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大圆满前行讲完了之后呢，就是有几分钟的实修法，要求大家实修的时候，有些修行比较差的这种人的话呢，连这个几分钟的心得是没有办法把握，就是产生这个分别念，产生那个分别念，自己对自己也是非常这个失望的。以前自己就是经常这个实修的话呢，那个就没有很大的困难，因为呢，我们这个修也是并不是完全的安住的这种禅修啊，安住的禅修的话呢，细微的分别念对你还是有害的，而我们现在是观察的这种修法。比如说观察的修法的话呢，你要修人生难得的某一个事情的话呢，你只要向着它就可以了。一旦强行其他分别念的时候，用正知正念来把自己的心还是安住在你这样的这个观察的心态上的话呢，这个不是很困难的。但是你如果这个自己就是从来的是没有这个观自己的心，就是那这样的话呢，就是很困难的。就像我们有些孩童从来没有上过学校的话呢，那就是他非常的调皮，就是他自己跑来跑去，就是自由的，谁也管不了他的。如果他在这个学校里面就是受过这个老师的真正的一些这个教导的话呢，就是那就不像就是稍微有一点调皮的时候呢，就是他马上就是就可以就是听话了。就是同样的道理，我们的这个心呢，就是的确是需要这个修行。如果没有修行的话呢，刚开始的时候分别念自己的是特别这个失望，就是连几分钟的时候无法这个停止，不要说是长期的1天2天或者是几年几月就这是根本就是说不上的。因此呢就很多人呢，就是没有这个修行的时候的这个心呢，就是很可怕的。有些人在那个时候说就是修行太难了，就是我看我修了1个月的，现在心还没有静下来。的确是这不是那么容易的。无始以来的我们的这个分别，就是像矿相般的这样的分别念呢，就是现在一下子1天2天就是静下来的话的是那多么容易的事，其实也并不是这样的。因此我们这个想尽一切办法，就是尽量这个修。那么下面就是说，这个无论是修任何法的时候呢，最好不要有这个未来过去30的这种分别念。如果有的，实在是有的话呢，我们尽量把这个分别念呢，就转移到一些善法方面呢。无著菩萨是这样说的：昔日感受苦乐如不闻，已经无极切莫罪已至。若念当时身虽于泥河，法外何有依靠玛尼瓦。他这里说这个无著菩萨，就是说是我们这个过去的就是感受就是痛苦快乐就这些的话呢已经过去了，就像水的波纹一样，就是它显现完了以后呢，就是无踪无影了，就是就你这个已经这个消失了，你就没有必要呢，就是一直这个想着他我过去的时候是我这个有些出家人的是我过去的时候是怎么样谈恋爱的，我怎么样打仗的，我怎么样给别人就是说了，那这是特别就是不合理的。有些在家人也是就我过去的时候如何，现在世间人呢就是特别喜欢拜这个过去的，然后一边拜一边就是开始流泪，一边呢就是伤心，一边高兴，那这就发疯了一样的，就是这是没有必要的，就这是水的波纹一样，就昨天以前的事情，就像就是无光尊者所讲的一样，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过去了，就是没有必要你去这个想这些就是全部都已经无踪无影了，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如果你非要就是想你非要就是产生一个分别念，你非得不可要想一个过去的事情的话呢，那你应该就是想一些善法方面的。过去的这些这个人们呢，就是积聚的时候，现在就是全部沦落到什么地方过去富裕的人，现在已经变成就是乞丐之类的。过去就是没有这个吃没有穿的那些特别贫穷的人呢，如今已经变成了如何富裕就是一些盛衰的过程，或者是过去我们这个一家人就是和的时候如何样的这个状况，那么现在就是全部都已经这个分散了，就是那么整个这个无常的这种观念呢，就是你可以这个想出来，这样想出来的话呢，对你的这个修行呢，就是的确是有这个很大的这个利益，就是所以这样观想以后的话呢，的确是也知道是除了佛法以外呢，没有什么可信赖的，没有什么可靠的
啊，就像我说的这个《教化经》里面所讲的一样，就是对临时者来讲的话呢，所谓的佛法都是就是他的这个依靠者，就是他的这个救护者啊，就是救护者。所以说呢，除了法以外，就是没有什么这个其他的，就是他这里玛尼瓦的话呢，是这个当时啊，就是无著菩萨，无著菩萨就是我们藏地佛子行的这个作者，就是他，就是我以前也是翻译过他的传记，我们在讲入菩萨行人的时候呢，就是也介绍过一些。那么他呢，就是说当地的这个一些这个村庄的名字呢，就是叫做是这个就是玛尼瓦啊，就是玛尼瓦，就是然后他对玛尼瓦的这个人们呢，就是一种这个教研，就像我们现在是东北人啊，或者是南方人呢，就这样的一种这个口语啊，就这样。所以他当时呢，就是说是这个过去的一切事情呢，的确也没有什么必要的。我们这个修法的时候也好，听法的时候呢，一直想着这个过去的事情，有些呢，就一直就是担着啊，就这的确是没有必要的啊。就过去的事情，你最好是谈也不要谈了，就是谈了也没有什么用。如果你非要谈的话呢，真的是这个无常的观念结合起来的话呢，对你的这个修法是有一定的这个意义的。那个时候你感觉到，就除了佛法以外，在整个世界上是没有什么可这个信得过的，没有什么可考的，就是没有什么可考的。这是对那个过去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不能就是谈之的意思。然后未来生计如含地沙王，舍弃无法实现至细节，若念当时死其无定准，何有信非法空玛尼瓦？那么这个对未来的这种这个各种各样的谋划、筹划，以致这个向着就是种种的一些打算啊，那么这些呢，就是也没有任何的必要的。就像一个人呢，就是在这个干旱的地方啊，就是他这个撒网，然后在这里呢，就是一直等待着很多的鱼类就是出现。当他们这个鱼类出现的时候呢，你一网打尽，就是全部呢，就是你就拉到你的手里，然后呢，你就是做这个煤炭，就是那这是非常的这个不可现实的一种荒凉美梦，就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现在很多人的话呢，就是对未来的种种的一些就是不可现实的这种这个向往也好，或者欲望也好，这些呢就是都没有任何的这个必要的，就是不可能这个现实的一些希望。我们这个藏地有一个书法呢，就是叫做是那个什么这个希望的诸位呢，就是由这个绝望来这个围绕着，就是希望的诸位是有绝望。其实这个很好的，比如说我们希望呢，就是让我这个发财啊，我希望呢就是变成什么，其实你根本不知道，就是后面就是就有很多的这个绝望来就是绕着就围绕着它，就是有时候也是这样吧。我今年呢就是应该就是如何，现在去年就是很多搞生意的人就是他们想说我肯定发财的，就是这个炒股票啊，然后搞房地产呢，肯定有那个时候我有多少钱呢，我有如何，那就是没有想到就是整个国际上的这些金融风暴，或者是有种种的一些这个威胁啊，就是到了他的领土，最后一切都是全部就是变成这个一种这个梦想，就破灭了他的美梦，就这样的现象是非常多的。所以呢，就根本不可能这个现实的就是未来的种种的这种美梦呢，就是没有必要的。如果你非要就是想这个未来的一些事情的话呢，那你要想那个死亡无定，就是死期无定，就是应该必定会死，是我们所有的众生会死。死的时候呢，就是变成怎么样？你要想到这个无常的这个死期无定的这种观念。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就知道是就是行持这个非法的时间呢，合适也是没有的。这个空间呢，就是合适也是没有的。就是让玛尼瓦的人们呢，就是应该就是会知道的。我如果一想到就是无常观的话呢，那我就是现在就是随便就是散乱啊，或者是放逸啊。这样这个行持非法的，哪有这个时间呢？就是这么短暂的人生当中，我什么时候就是要离开这个人间？就自己对自己肯定是有非常这个有一种这个强烈的紧迫感，就是。然后这是这个对未来的这种这个分别念，然后现在的分别念是这样的：暂时说是如梦终生寂，今情无以事故当舍弃，如法舍也亦无贪淫舍，所作所为无以玛尼瓦。然后暂时我们当下的这些各种各样的这个说事的话，那就也不应该就是特别强烈的去这个探着，把它看着这个如梦如幻，就是闲而无事的。你如果特别去精勤的话呢，实际上呢就是没有任何的这个实在的意义。所以呢，你应该就是舍弃一些这个探着，比如说现在的这个吃饭也好，走路也好，说话也好，还有一些就是睡觉啊，就是各种这个行为的话呢，你不要就是特别就是
贪执执着。你要执着的话呢，产生这个烦恼。现在很多人不懂这个如梦如幻，所以呢，什么事情都是就是觉得是特别这个实有的。一旦执着以后的话呢，就是造各种各样的业。所以呢，你包括就是吃饭当就是很多行为呢，应该用这个无贪呐、无执着啊、空心啊、如幻如梦，用这些见解来就是因此这样的话呢，就是你才知道是我们世俗当中的一切所作所为的话呢，都没有实在的意义的。唯一的这个心智佛法呢，就是才有意义的。除此之外的，更是那个有些非法的，就是对自己的这个来世不利的这个恶业的话呢，就是更要这个抛弃，就是应该就是要懂得这样的道理。何得调伏三毒分别念，就是他这里三毒也可以说，或者三世也可以说。我看到那个以前那个一空喇嘛的前行的一个讲记里面就是说的这个三世的话呢，就比较好解释一点，因为前面的这个中介吧，就是前面是未来过去现在，就是但藏文当中是它只是一个后加字的差别，就是一个字的后加字的差别。所以何得调伏三世分别念，一切念经未先发生前，非是不可知识当一念，莫纵妄念散乱玛尼瓦。那么通过以上的这个道理啊，就是可以总结呢，就是我们这个一定要就是调伏啊，就是未来过去现在三个时间当中的这个所有的这些分别念啊，就这是很重要。我们修行的时候呢，第一，你不要想到过去的这样那样的这个事情啊，听课的时候也好，平时修行的时候不要想，一想了以后呢，不要想，没有必要，就过去的这些想了有什么用呢？然后也不要想是现在啊，我现在正在做什么，现在要不然你晚上睡都睡不着，就是所以当下的很多的这种分别念来扰乱自己没有必要的。然后也不要想到未来，就是未来真正要想的话，有些善法方面，除此之外的话呢不想。但我们很多凡夫人的话呢，未来就是对这个三法的一些这个出化这种规划，就这是很少的，全是很多都是这个非法的。所以三世的这些这个分别念呢，就是你一直是一切这个一念的这个对境没有现前化解之前呢，就是一般得地以后的话呢，所有的分别念的对境呢，全部是变成这个化解的这个有无现象。就是你没有到这样的境界之前的话呢，最好是不要这个想啊，就是非是不可等一念啊，就是默念，就是也就是说是你那个非是不可知是当一念，就是非是不可知是没变对，就是你这个刚才那个30这个调伏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在这个一切这个现象没有现象未发生之前的话呢，就是非要不可思维的意思，就是说你这样的对治方法呢，就是始终都是就不可缺少的，不可离开的啊，就不可离开。我们凡夫人一旦离开的话呢，你修行肯定是不可能成功的。所以呢，就是千万不要把这个妄念呢，就是就分配到这个外境当中去，否则呢，你这个修法听法都是不能成功的。另外也有成这样的这个教诲啊，就是教诲，这个莫往向未来，若妄向未来，则如月成佛啊，就是不要这个妄向未来。要想妄向未来的话呢，就跟这个月成佛呢没有什么差别。它这里的月成呢，并不是我们这个儒中人作者的这个月成论释啊。是另外一个比较出名的，因为这个故事的话呢，在藏地来讲的话，那就是可以说是这个家喻户晓，就人人皆知的，也带有一种这个修行人呐对这个针对这个修行人呢，就是有一种这个怎么说啊，就是讽刺意味的一种这个故事啊，就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故事呢，就是从前有一个穷人，就是到了这个许多就是得到了就是很多的这种请客啊，就是请客，然后他将把这些请客呢，就是全部都是装在这个口袋里面，就晚上呢就是挂在自己的这个上方，自己呢就是一个人就是躺在那个请客口袋的这个下面，就是因为他一般就是这个装的这个请客的话呢，就是100斤200斤，就是特别大特别多，就是一般可能就是装在什么这个是牛皮口袋啊，就是这样就是装的。然后他就害怕，就是我们现在有些人也是害怕，就是什么蜜啊，就是这些被老鼠吃掉，就是就也是就是挂在上面，就是你们也不要睡在下面，不然很危险的。然后那个
他也可能是这样的，就是然后他就开始这个不仅安置四处啊，就是他一直这个想着，现在就是这些青稞呢，就是作为这个本钱呢，然后呢就是想必将会拥有大量的这个财物。现在一大袋这个青稞的话呢，就是这个作为本钱，肯定我现在开始的是已经这个发财了。到那时候呢，就是他也想这个娶一个非常好的这个妻子，然后呢必定会是生一个可爱的孩子啊，就是那肯定有的。那么那个时候呢，就是我该这个孩子啊，就是肯定要取名字啊，就取名就是我的责任。他就心里面这样想，就是取一个很好的名字，看这个孩子也非常可爱。那么就是取什么样的名字呢？这时候刚好就是这个月亮呢，就是从东山这个升起来了，让他想，哎，元气很好，元气很好，应该干脆给这个孩子呢，就是取名这个月成啊，就是他想是月成，就是因为藏地的话呢，可能是这个是个藏族人，就是不过也许是那个啊。就是印度人也不知道，因为印度也是喜欢称，就是月称啊，什么法称啊，就是有很多这个称啊。然后他就正好这个想准备给他取这个月称，正在这时候呢。就是这个悬挂口袋的这个孙子被老鼠这个咬断了，然后袋子呢就是恰好落到他的身上，就是他就是在这个袋子下面呢，就是离开了人间，就是一命呜呼了，就非常这个可怜了。就是其实他的这种妄想呢，就是正在这个想着的时候，也是就离开了这个世间。就是还有我原来也好像讲过，就是这个故事呢，就是有点这个说法不同的，民间呢也有不同的说法，就是说是一个这个月成的这个父亲，也就是说父亲的话呢，他就也拿到了好多的这种青稞啊，就是然后青稞呢，就是他非常的高兴，就是他没有房子，然后他一个人呢，就是把这个很大的这个青稞袋子呢，就是背着，就是然后就翻山越岭。有一天晚上的话呢，就是他就是住在这个山顶上的时候呢，就是他就特别的开心，就是很高兴，就是现在我获得了这么多的这个青稞，然后呢。就是他晚上呢，就是睡在就是旁边，就是也可以说是他这个叫的这个旁边呢，就是把这个青稞袋子放在那里。其实这个他住的这个山顶就是山呢，就是比较多啊，就是山比较多。然后晚上呢，他一直在这个想着，就是这个其他整个情节基本上跟前面相同的，他一直这个想到我现在有了青稞，要娶这个妻子，然后有孩子，那这个孩子的名字是怎么这个取啊？就是正在这样想的时候，他就想起来了啊，可能是这个取月成好，就是然后他就口里面说我要这孩子取成月成，刚好这个时候呢，就是月亮呢，就是从这个东山就升起来了，就刚好这个月光也是照射到他的这个身上，就是那个时候呢，他就特别高兴。你看我刚刚就是心里面想这个月成的时候呢，月光也来了，那肯定会一切事情都是成功的。让他高兴的马上把叫一声，就是原来的那个青稞口袋呢，就是推到这个地下的湖里面去了，就是然后他自己也是特别的伤心，就是最后自己也是就是跳到这个湖里面去了。自己也死了，就是月成呢没有来到人间，就是父亲呢已经离开了这个世间，就是也有这样的这个说法，就是这个说法这样的说法，我原来也可能讲过吧，就是汉地也是有，就是江南一个地方啊，就是也是有一个牛郎汉，就是也是一个乞丐啊，就是他呢也到处都是这个要饭，就是非常的这个痛苦。后来呢就是他过江的时候呢，就是顺便自己的所有的这个钱呢，就是卖一个彩票，就是然后呢就是他就心里面想，就是如果我这个就中了这个票，就是中奖的话，那就是那我怎么办？就是他就心里面想，那我第一个就是买一个很好的这个带这个金边的这种这个眼镜，然后呢就是住5星级的宾馆呢，就是当就是这样想。但后来的确是他的这个彩票呢已经这个中奖了，然后他就非常非常的这个高兴，他想我的这个美梦呢就是终于已经这个实现了，他非常的高兴。作为一个乞丐，就是因为他原来呢就是带着有一个什么大狗棒啊，就是那个大狗的乞丐的一只棒，然后他把原来那个彩票的话呢，因为他的整个身体上的衣服破破烂烂的，没有装的地方，就是他就装在那个大狗棒的这个缝隙里面，就放在那里。他忘了，就是然后后来就是听说是已经他中了这个奖的话呢，他非常的高兴，就是那后来
他到这个一个什么桥上是吧？就是在这个桥上呢，就是他就就是什么这个就非常的这个高兴了，就是他大声的好，从此以后把所有的乞丐的，就是这些这个工具呢，就是都全部这个扔弃，就是然后把这个什么那个大狗棒的话呢，就是远远的就是扔到这个滔滔不绝的这个江河当中，就原来一看的是他原来的彩票也是在里面，就是后来他又是特别的伤心，他自己也是跳入了这个河里面去了啊，就是自己也是在这个离开人间，就是也有这样的说法。就其实这样的这个公案的是的确也比较多。我们希望呢这个修行人呢，就是对未来的有些这个想法呢，的确也是没有特别的这个必要。有时候的话呢，刚才我就像说的一样，就是希望的这个后面的话呢，有很多的这个绝望，就是这个计划呢，就是没有变化快，就很快的这个时间当中呢，就是你原来所想的这种美梦的话，很快就会这个破灭了，就是那个时候特别这个伤心。现在很多人的话呢，我现在就是如何这个赚钱呐，就是赚完钱以后呢，怎么样这个买房子啊，怎么样买车啊，那个时候会出现如何啊，就开始这个为难的这些事情根本没有出现的时候，有些家的话呢，就是开始吵架，就是这样的故事上的也有，就是原来有一家人呢，就是这个有一个非常可爱的这个孩子，就是让孩子呢比较调皮，就是这样的一个丈夫的话呢，他就分别忘念比较多，就是他说我现在呢就是想办法，虽然我现在家里很穷，但是我想办法呢就是挣一些钱，然后挣完钱以后的话呢，我准备买一个木马，就是那个一匹马，就是然后一匹马的话呢，就是肯定到时候会生一个就非常可爱的这个小马，就肯定会生的。然后在这个时候呢，就是这个他就给孩子说，就是那个时候有小马的时候，你千万不能害他，你这个特别调皮，就是你不能就是害他。那时候那个小孩呢就说是不行，我要到时候我要骑小马就不行了，就是然后那个父亲呢就非常不高兴。我刚才不是说嘛，你不能害他，就是然后给他打一棒，就结果呢就是在当场就是孩子已经死了，就是他也是非常不值得的，所以实际上呢，的确也有很多的这种不现实的，就是就这个事情根本不可能成功的，就互相吵架、互相说就这种情况也是有。作为我们一个修行人的话呢，未来的很多的这种不可现实的。绝对不可能就是实现的一些这个分别念的话呢，就尽量的这个少想就我们现在就当下这个为主当下都是依靠这个佛法来如理如法的这个性质，只有这样呢，你的这个修持佛法呢，就是会这个圆满的，这个也很成功的。否则的话呢，就是我们有一些人都是可能想的也是很好，但是关于三法方面都是可以。就是以前有一个出家人的时候，他经常想我以后就是应该是变成这个大法师的时候，我肯定要建一个庙，就是但这个庙的话呢，就是肯定是就是对这个东边比较远的，就是地势比较好的地方，就是我肯定要建这样的地方。在那个时候，大雄宝殿是如何修，就是大雄宝殿上面的牛也是如何，就有时候听起来也是特别的这个可笑，但是让他这样享受这种这个生活呢，也是可以的，也可以自由的。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这个对未来的很多想法呢，就是不一定现实，就是没有必要这个想的。然后对这个过去的许许多多的，尤其是一些非法的自己经历的，这些都是没有必要给别人谈，也没有必要就是自己去想。在修法的时候，当下的这个分别念呢，就是专为这个道用，就是心自善法，这一点就是非常的这个重要。就我们听法的时候呢，要利用就是当下的这个心，就是转入这个善法，就是然后就是平时呢也经常就像以前高僧大德们所讲的一样，就时时刻刻的在观察自己的心呢，就一直这个分别妄念不断的涌现的时候呢，就是用真念来就是把它就是调伏，就是这样呢，你的这个修行也会这个成功的就是会成功的。听法的时候呢，就是也是这个如此的，就是所以法王如意宝以前也讲过，我们作为修行人的话呢，对未来的一些这个修法方面的打算呢，就是可以有的。比如说我这边这个听这个法完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再听下一个什么样的。我修完驾行之后的话呢，就是念什么样的这个经典呢？就是这样的这种打算呢，就是还是有必要的。其他的一些非法的话呢，的确也没有必要。我都有时候想这个月呢，我好好的这个住在家里，就是不离开，就是结果呢，就做不成，就马上身体不好或者是出去了，就是突然就是有一种这个因缘，就是让我这个
被这个夜风呢就是吹到就是外面去了。有时候呢像啊，我下一个月应该要出去，我一定要办什么事情，就心里面已经打算的好好的，结果呢就是就去不成。就是我们很多人的未来的这个事情呢，确实是并不是自己这个欲望呢，就是完全的是让这个对应，就是因此呢，就是没有必要就是像很多的事情，哎呀随缘转吧，就是到时再说吧。就是我们有些道友喜欢说这样的，应该可能这样好一点，到时再说吧。就是再过不要说是这个2个月的这个以后的事情的是现在决定不了，就是2年以后的事情都更不用这个说了。有些人的是啊，就是再过5年以后我要变成怎么样，再过有一个句式给我这么说，我再过10年以后是我决定会在你手下出家，就是那这个10年以后不要说，我们10个月以后的就能不能决定真的很难说。但有些人就是不懂嘛，就是他就不懂啊，再过10年以后我决定在你座下出家，那个时候你也变成骨灰，我也变成骨灰，很难说。所以好，可见过去未来，这个纷繁复杂的往年根本没有值得信赖的这个适合，这是的确是很深深的教研呐。就是我们过去的很多想来想去也没有什么可信赖的，未来的就种种的这些事情呢，就是现在的去这个打算呢，就尤其是在你修法的时候、听法的时候，你如果这样想呢，还是很有影响的。有些人都是啊，为了明年的事情，就是今天突然想各种各样的事情的话，那晚上都睡不着，不要说白天，就是也有种种的。有些人一直这个想着，只是思想须散乱，这因二也。所以我们要全力以赴的予以前做啊，予以效做。应该呢，就是具足这个真知正念，不放逸来这个听闻佛法，就是一定要你看你的这个心，如果外面散乱的话呢，一定用真知正念不放逸的这几个来，就是开始当这个哨兵，就是把他这个心呢，就是转入到这个散法方面，这样来这个如理如法的听课。这些是听法的时候啊，就是的确非常这个深深的这个窍诀啊，就是很重要。你如果不懂这些的话呢，表面上看呢，你好像呢在这个听法的这个行列当中，但实际上呢，就是什么发育的就得不到。凡夫人很多都是有这种毛病的，就是所以说呢，我们就是平时的是应该就是懂到这些窍诀之后呢，就像我们一个仪器呢，就是有说明书已经这个看好了以后的话呢，就是它可以适用。我们听法也是一样的，就是听法的刚开始的时候，这个文法规律呢就是非常重要。你不管是发心方面、行为上面，还是这个调整啊，就是这是很重要的。这样调整以后呢，所讲的这些法呢，就是全部都是可以就融入到你的相续当中去的。所以呢，这方面就是大家一定要关心哈。今天讲到这里。Bandara Badma Sadardha Bandara Badma Sadardha Bandara Badma Sadardha